从60岁的人，唔系了唔得到做案，点都做得开创第二人生。花样同学费都系爱团太高太低，向下挑战唔识做过的事情，完成头白的梦想，心中深度的热情同期待。准备了，团能向下展开一场期盼的追梦旅程。像一把火，燃烧了整个沙漠。我在高声唱，我到是位来自无穷样的地方，有完全无穷样的成长背景和经历。我们因为工作上的交集，以及透过朋友介绍而认识，在相识之后呢，又觉得格外的投缘。我们除了经常在一起吃喝玩乐之外呢，也曾经一同经历人生中的高低起伏。现在我们呢还一起打拼事业，彼此相互扶持，决定晚年要一起过着美好又充实的美丽人生。滋润我心窝，我给你小花朵，吹开的花朵，爱情的小花朵。属于你和我们俩的爱情就像热情的沙漠。一班我拜访的事业太子，伊能分配来自台湾的北中南东哦。本代人生唔会有乜嘅交叉嘅，不过伊能沙提无穷用嘅美术，甚至无穷用嘅国家上渡头，所以诶。里面还变咗好姊妹嘅，也啲都用用你嘅故事呢，我嚟每一人。是爱情不够深，还是没缘分？希望你告诉我，初恋的情人。你我各分东西。哎呦，好开心看到美女姐姐，富美姐，是的，小爱姐，红韵姐同珍珍姐。谈论暗后谈的歌声，原来富美真正同小爱姐后生时节陆续出国唱歌的表演。伊能喺睇巡迴演出嘅時相互熟悉，下後又因為向下經營狂強環保超市嘅事業，認識到馮遠姐，是3人各有人，都係呢巡迴事業同生活上相互扶持嘅好姊妹嘅。其實你本單係來自無窮用台灣無窮用嘅 visa 呢？真正佢喺台北嘅，係，富美嘅喺台南出世，喺高雄，哦。愛豬豬喺到花蓮，喺苗栗，哇，很有趣的緣分哈，而且真的是跟唱歌有關誒。對，可是我覺得好妙哦，是怎麼走到唱歌這一行啊？我從小就很喜歡唱歌，就有同學喜歡打鼓啊，有一個喜歡彈琴啊。我說，那我們來組合唱團啦，就這樣順理成章了，我就成為主唱。哦，那時候是什麼時候？國高中、國小、國中我就開始學。哇，真的，小時候就愛唱歌。19歲我們就有了國際歌星證，就出國了。那珍珍姐呢，是怎麼樣走到這條路的？其實也是一個機緣，因為我那時候讀華岡藝校，然後我陪我的同學去試鏡。哦，你只是陪他去？對，然後不小心。就被制片就說問我說我會不會一些基本的那個武功，因為我們舞蹈科的話，我們都有學一些國劇什麼，一些動作。那我剛好有學跆拳道，就這樣開始，然後我就先拍戲，拍戲了以後，然後就去考歌星證。哦，那邊我是歌星證也有，然後演員證也有。那小愛姐呢？我也是莫名其妙走上這一途。我個性很好奇，
我也很爱开店。那时候台湾刚有卡拉 OK， 我就当老板娘。然后我的客人里面有一个是新加坡的歌厅的老板。我就唱歌，他问我有没有兴趣出国唱歌，他要帮我办。我年轻的时候胆子很大。那洪韵姐呢？要喺頭擺加下嘅後生嘅時間係做乜嘅？我結婚都冇做事嘅。唔當初結婚係咪？我22歲都結婚啦。就係伊能睇國外大表嘅時間。對，他叫到大表，我都好忙啊，結婚以後都叫他。都冇可以做頭。你反而是反過來哈，就係也下個冇窮樣。我比較沒有氣質。我偷偷燕燕堂，你们唱歌很好听哎，而且还有那种真的很有表演的那种感觉哈。像呢，我呢一出场就是那个大礼服啊，大件的啊，好有架势哦，然后就把它拖起来，然后用那个很有 feel 的这样子拖出去。哇，以前年轻的时候，拿帽初恋前那个很多人点唱会拿红包的，可以说每一场都会有点这首歌。因为他情歌吗？为什么他那么情人呐？所以是歌词的关系。喜欢听老歌，点一些就是抒情歌曲。那会有人听了流泪？会哦，红包就上来了。真的怀念啊，红包就一直上来。所以这首真的就是很赚钱的歌。真的是啊，赚钱的歌。那如果快歌的话，你们会做什么？他最会扭了。要唱哪个？模样就像你那片片风采太美妙，跟你在一起，我永远不会放弃。因为我脚受伤过，要走不行，反正扭一扭，然后转圆圈的时候就上次外套就这样子。这样子就有一个亮相的感觉，然后里面就是礼服，外面一定是大屏风，然后可能是裙子、礼服很多，一套最少5万块的，以前的礼服，现在比较便宜。以前呢，30-40年前，是啊。按道的泰雅季后生时，真经当时过奖，过讲出去吃，出去发展。伊能出台做歌手登上去国外大表，喺台灣美食做過幾道無窮樣嘅頭路，其中大家還做過傳音樂，生活經驗同磨練，做得講非常精彩呢。来，美女们，这是你们的點心。哇，我这个这样进来有合格吗？老板們，等一下給小費，太棒了。因為我知道你們好像。很多人都开过像餐厅，然后还做过很多种工作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30岁就结束歌唱生涯嘛，然后就想说在台湾要来开个咖啡厅啊，还是西餐厅啊，就一直在想。后来就有一个机缘，我就跟爱珠我们一起开西餐厅哦，真的哦，就在这附近哎。还开过什么？做过家具，开过服饰店。还有美容沙龙，对，开到自己忘记了。刚刚洪韵姐呢？你有做过吗？嘅？我属於是辦公班頭，有那個百貨公司上班，做上班嘢咧。唔家下有時有半工半讀，係咪？娛樂台辦多數。我上班咧天也做分台，因為我企啊，企啊。你都櫃姐，人家講嘅櫃姐，係咪？他懂谁到17岁，我都觉得说，因为在打工的经验里面，就觉得说，做头家哈，真的懂辛苦，面面俱到各种的事情，我就想讲，结婚前吼，就钱当营销。家下就會按你笑，都按营销。我想以前呐吼做頭家嘅命安尼。懂辛苦我不是很喜欢做生意，喜欢挑战，很喜欢挑战。对，他也开过餐厅。那珍珍姐对也是开餐厅。对呀，开餐厅啊。开上海菜。所以这次也有机会，坐在音声，然后我们又要一起去做一件没有做过的事哦，就是我们这个节目都要有挑战，曾经想要做的事，但一直没有去做，不管原因是什么。珍珍姐，我也蛮想好好的练一套那个太极拳。
又可以对我们的身体的保健。太极，而且柔感软，觉没什么挑战度呢。你们觉得嘞？这个挑战不是很挑战。太简单的感觉，对不对？木梅姐完全对啊。那木梅姐想到什么？我想要肚皮舞。哦。高空弹跳。Oh my god！ 真的假的？真的不敢。我们不会想要的。你看你们都会唱歌，我就会想到要跟表演有关。那已经会唱歌，我们就不要唱歌啦。唱歌就太对你们太没有挑战性，只有对我有挑战而已。那我们就来跳舞好了。哦。那跳舞就要选个男的，因为我觉得你们都很厉害。那来跳个芭蕾。芭蕾舞可以试试看。芭蕾哦，那个虽然，可是她的衣服真的很漂亮。小时候看到人家在跳芭蕾哦，爱美的芭蕾。芭蕾的话嘞，好像还行吧。可是我脚受过伤。哇，那怎么办？那如果是芭蕾，那你愿不愿意挑战看看？因为我们都来挑战嘛。啊，我想到一个啦，有一个很刺激的，也是要跳舞，然后有火的，还有一种火舞那个宽弓嘛。那个是不是很危险的？那个要很有技术。要训练，对，那太危险了吧？你让我选，我会选火舞。哎呦我的天！哇，真的。但是我很怕火，我们还是选芭蕾。我们来选票，我是不要火舞。我只有1票。芭蕾 OK 吗？就挑战喽，其实也是 OK。哇，那小孩姐妹可以吗？可以挑战。最好顺服各位姐姐们挑战。好，我们一起去试试看。好，反正我们都没有做过嘛，应该不会太难吧？好，那我们就去找老师。好嘞，然后我们就要来去学哦。刚刚都一起，好，刚刚来用。社会机规模简单，能决心抢下来挑战芭蕾。大家都开始想象论，自家唔是19过后，如果系千高雅嘅芭蕾舞舞者嘅。其實芭蕾係一項腳掌控嘅藝術，伊能愛有一定嘅平衡感、強快流利嘅律動感，還個元素嘅延伸，能展現得出高雅嘅舞步身狀。同時，大家還會應加強鍛鍊核心肌群同手腳嘅肌耐力。面對來到來嘅考驗，究竟大家有辦法順勢克服冇呢？好嘞，姐姐们，俺来上课的哦，拜师学艺哦，好，真批来，上芭蕾课哦，上芭蕾课。老师，嗨，呀嘿，慈玉老师，我带姐姐们来拜师了。老师，你干嘛一开始就吓我们，在那边折来折去的？哦，我们都是第一次看到，对不对？亲眼看到，哇，芭蕾舞者真的就是很美呢。是，好棒哦。对啊，我们这样子就可以开始练吗？我们要先挑选一双合适自己脚大小舞鞋。那我们初学者会穿软鞋。好，我看到芭蕾舞其实很开心，从小就觉得那个芭蕾跳得很强哦，给跳舞的各种的姿势动强，上步咩动强，就很梦幻。从小就讲我卡头摆反见，那有钱我不一好。穿芭蕾舞鞋穿好开心。你们先试试看脚足的那个长度，然后稍微走走看，然后脚尖这样掂掂看。哇，已经跳起来了。对，富美姐有没有感觉自己有专业的感觉？有没有变轻的感觉？好，那我们一开始要暖身吗？我可能要先测试一下大家的柔软度。哦，好，来，我们先双手往上抬高，
现在把你的脚打开，跟肩膀一样大，双手摸地板试试看。好，停个10秒。哇，大家都很棒哦！一摸到地板，很好，起来。手打开，好厉害哦！大家都可以摸到哎。第一关通过。好，来，接下来请坐下。好。好，试试看能不能再大一点。好，往前。哦，这个也可以在家里练习的。目标是大家是这样贴在地上的。好，我们先从握手肘试试看。你太夸张了你。啊，头好酸哦。有炸裂的感觉啊，难呢。OK 吗 ？OK， 很棒，继续哦，加油。往下，哇，还好吗 ？OK， 真的哦。你再下一点，再下，还到好。我已经尽力了哦，虽然我看起来好像没有用力，可是我已经尽力了。下午去要这样子来。哎，被你拍到我作弊了。我趴下去的感觉，然后你手交给我，好，来往前，对，哇，很棒耶！对呀，你很厉害耶，超棒的。你看，你这个应该有160度了，真的。对呀，梅姐其实很开哦，还收得回来吗？厉害！冇想到一開始嘅嚟見男生對藝人來講已經算係酷刑呢，阿妹愛能得，但唔得到一結束正經嘅訓練，能愛開始呢？那首先要讓各位認識我們芭蕾舞的腳位，來，現在把雙腳合併，屁股夾緊，然後脖子拉高，想象你是一隻長頸鹿的感覺。好，接着呢，把你的腳打開到第一位置。对，然後雙手輕輕的扶在 bar 上面，肚子提起來。現在把右腳推腳尖到第2位置，這是我們的2位。接下來把右腳輕輕的交叉在左腳之前，交叉一點點。對，然後一樣都要 turn out。好，前腳往前推，腳踩下來，變成第4位置。兩隻腳盡可能平行，對，都是開的。芭蕾舞它都是 turn out， 對，全部都是開的。會不會以後我本來就很外八，更外八？哦，外八來學芭蕾是最好的。關起來，變夾緊緊的。可能的話，把你的後腳都藏起來，肚子提起來，屁股夾緊。啊，是的，這是我們的第5位置。那我們所有的芭蕾的術語都是用法語。第一套叫做 plie， 就是蹲的意思。當你蹲下去的時候，你的腳膝蓋往你的腳尖方向打開，你要維持是直的往下蹲，屁股夾緊。好，蹲完2個小蹲之後，往上顛高 releve。好，再下來夾緊第1位置，來再一次蹲，1往上，2很好，3。4，好，顛高。第2套的動作叫做 tendu， 第1位置往前推哦，1、2、3、4，關起來，2、3、4，關起來。後面的時候來看我的腳，對，要 turn out哦，不能 parallel。我做左腳，不能這樣子，只有大拇指在地上。後面的時候只有大拇指在地上，對。你只有一半，你是這樣，你是這樣一半，要全部的，全部要都 out 了。你的意思是？沒在都 out，沒在，那是都 out 的。我這樣看你是都 out，你剛沒有啊，沒有。你按那是一半啊，要全部的。腳趾尖就是你的腳不離地，但是用最少的面積接觸地板。最少的面積就沒力氣啊，就好像有啊。所以會很那個，你的腳。對，你的腳趾頭就要整個這樣繃到很小點的。對，很好。一根而已嗎？對啊，我說剛剛是大拇哥啊，只有一根就對。後面是大拇哥，但是前面沒有，前面不是。對，大拇哥很好，你這個做對的。這樣大拇哥很痛哎。對。不能壓它，不能這樣子壓它，那很痛啊。輕輕的，這樣在地板上的感覺，不可以按呢。
嘿，对，点着就好了。对了对了，要在正后方，对，从镜子看。好，那我们就前面做3个通度，然后接着做一个 passing。这个也是芭蕾舞一定要认识的，这个动作叫 passing， 不可以这样黏住你的脚。请用你的脚尖，对不能你压在你的腿上，是提起来的，是这里提起来，这里提起来。对了，提高很好，支撑脚的伸直很酸，内侧。那膝盖要撑好哦，不能前面哦，一定要打开，一定要打开的。你是脚尖而已。对，脚尖而已，脚尖而已，尽量可以的话在膝盖的。膝盖对，或者是上面更好。所以你的大腿内侧要吸起来，抽筋了。脚尖再用力一点。OK， 好，回来，黏着地板回来。OK。然后后面的是后面，对，后面是大拇哥，预备上 ，Go。对，这只脚提起来 ，Yes， 头顶往上，很好。对，就是要不断的一直吸气这样。双手扶把 ，Go， 停，收回来，停，旁边，收，后面的长腿后，请放手。很好，下来，结束。很好。好酸，好酸，他刚刚抽筋了。真正解决的嘞，还 OK， 还 OK 哈。刚刚觉得好像这2段是分开的，不切开。他很努力在压脚尖。你嘞，觉得？我觉得还好，所以他们从来呼天喊地的时候，我心里想，你们自己要求要不要？你觉得还好？很棒哦，很棒哦，嚣张哦。我们刚刚教的3套动作刚开始。对，这是我们的基本动作，回家都可以练习，每天练。因为我知道本来学芭蕾舞就是这么辛苦，应该是筋还没有完全拉开，但是这个是需要其实需要慢慢练的，我们不是一下子就去把它硬去把它拉筋拉开，你反而会受伤。来2位，手圆的哦，圆的哦，看你的右手。我第一次听到他们说要挑战芭蕾，那我会觉得时间比较短，比较担心就是时间不足。那今天第一次见到他们，觉得他们的学习的热忱很高，然后兴致很高。那我觉得所有的学习都是你只要有动机就可以学得好。今天看到他们的柔软度部分都还不错，都还以他们的年龄来讲是很好、很不错的。5、6、7，上，有点跳起来这样。好，走，往右边移动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然后打开左手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脚要伸直哦，不能这样弯弯的脚。要伸这样，对，一定要伸直，2只脚夹紧。我们这个刚刚在bar有练习过，对不对？要夹紧，2只脚要夹紧的伸直。up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左手一直移动，转圈3，打开，结束，很好。好，我们换左脚，等一下不要被我追到，我站左边，你们要走快一点。姿势要换哦，刚刚是打开左手，现在打开右手。好，来准备。等一下。有。这边的时候，所以对，往这边走，你不能这样走啊，好奇怪，对不对？一定是这样拉起来。这样是这样。对，看高的走。这样。对，往那边去哦。不要被我追到，快一点。左，打开。转圈，我们自动换队形哎。
迷路了。下的时候脚乱了，就要换边就可以添斗难的事情，要换边就是很难。对，脚太酸了啦，脚软了，很好，然后左转，yes， 哦，very good， 结束，好了，一个一个挂掉。哇，成功。你学起来，我们要去练。思思 up go 1，好，左手打开，转一圈。哦，我几年就讲，因为我没有上过芭蕾课，几基础都会上过球呢。我哋做到脚啊，撞到脚筋吼，啊，更加输的睇下方向会讲唔清楚。我也哈懂手啊，如果我哋多时间要撞出一啲成果站，我感觉冇按过咧，冇按简单咧，因为更加上按脚，佢睇下喊离嘅鬼样哦，不说是有技术练的。预备，思思 up。我也是学习型的，我觉得我不害怕，我就是老师怎么教我们怎么学，我觉得我们所有人呢一定可以有共识的。我想说可以让大家来挑战一下温柔的、很浪漫的花仙子，好吗？好 ，OK 吗？马上说好，一定会很美很美的。那还有我们要加什么道具吗？我们芭蕾舞里面有一个很著名的道具，就是花环。哦，对，就是一个像一个拱门一样，然后上面会有很多的花，那个拿起来很漂亮。啊，你们今天这样上完啊，然后听到我们要表演，你会更期待还是会紧张？期待啊，期待不会紧张，不会紧张，不会。刚来的时候紧张，我怕太花。哎，只有担心衣服呢，哈，完全跟我想象不一样，没有担心会跳不好哦，会觉得自己，我觉得我们跳不好是应该，因为我们当然希望跳得很好，可是如果说得失心太重，我就会紧张，反而会不好。平常心一点，所以回去要再忙练哦，要努力练哦，好，再忙练哦。太厉害了！漂亮！哇，我最慢呢，怎么办？不会啦，你一定到后来。然后今日就推去检查，看下姐姐呢有技术提练么？哎，姐姐，安周，早安，早安。为什么你们没提练舞？你们在干嘛？我们在做美美的，我们在做花仙子的那个。哇，就黑老师松柏讲那个花圈，还没哦，那个已经做好的吗？那个花圈还没，那个是就是还要再弄花。哇，第一次做，都还没有认真练舞哈，先做这个也可以懂出腰哦。刚你们上次练舞回去啊，有没有抢不会掉？有人很严重，真的假的？谁？非常严重。谁很严重？对面的美女。珍珍姐怎样严重？应该是劈着太厉害了，整个 OK。哎呀，说，那你们其他人呢？有没有内蒙？其他人没有这么用力认真。其他用力认真。我那天跌倒，我脚伤了好几天。对，那天回到家，脚整个都不能走路了。很少这样大量运动，继续跳还是可以啦，哈。
当然要继续跳啊，当然要成功啊，就是要坚持做下去这样子。是，因为你看都弄到那么要美美的了，对不对？要完成了。所以你们平常本来都是那个喝下午茶，对，喝咖啡，吃点心，也然后因为这一次要做手工，嘿没？都蛮特别的，哦，心情不同，真的哦，用这是一定的。要重量系嘛？我可能用给铁丝哈体重，这个要用铁丝吧？对，这个没有铁丝哦。鸦片油。边拉贡亚拜有很特别的那个按那个 T 配的 fat 哈。你跟感同兄的比啊，你们常常要聚在一起，对不对？上次说你们会要一起工作啊什么？那你们工作的时候会吵架吗？一定会有这么久了。好了。他们三个感情太好，上面会演感染吗？为什么你不会？因为佢上面已經是犧牲品，所以佢上面會演感染。哦，那你们都是为什么事情？应该是都为对方好吧？對，哦，像是什么？几十年的交情，那难免有时候，因为我们又有家人啊，又有孩子啊，那有时候就一些理念上。所以你们反而是私事上其实也更常聊，比公事还都聊，都什么都聊。闺蜜嘛，哦，闺蜜什么都聊。哦，对，我们没什么秘密。我觉得他们三个都很好，我他唔好，我脾氣他唔好。我跟姐说她脾气比较不好，不会，怎样不好？她是我们心目中的女神。哎，我他啱講，是哦，他講嘢都啱講啊。用哪刚讲？很执着，哈，有時即個因為錯嘅事情，哈，我動態嘅事情啦，個朋友講下唔愛，我就即刻睇人就話，唔可以講，唔會講拍嘅，拍嘅講唔會。是的，他是這樣的，係安樣嘛？是的，觉得是的，所以我们都很愛她。哎呦，真是的。那珍珍姐是怎样的人？很温和的。外柔应该是外柔内刚。哦。那富美姐呢？感觉就是帶頭的人，對不對？他是班長，對班長，年年哈，得晒嘢都好。哦。對年輕哈，乜街都好，大家都好，係啊。係啊。哦，富美姐就是。我的人生哲學就是廣結善緣。你們覺得你們這4個人會那麼合得來，是原因是什麼？大家彼此都了解個人的個性，所以就是大家都能夠互相的包容，然後吸取每個人的好，每個人都有每個人值得學習的地方。成長背景各個無窮樣嘅事業太亞子有人來熟識，相互之間如韓國人之來對待，也按難得的情誼。如從面對亞白嘅挑戰用嘅，事業人希望同表演愛用嘅東西做好過後，以有限如暢快練習。這個是最難的，我腳最撐不住的，就轉圈圈哦。對。看不到啊。别想二头。学的舞哦。讲哦，姐姐们刚刚看了，有没有最忧心什么？最担心什么？要转6圈。哦，刚刚就已经在哇，你有数哦，已经在数了。这是最困难的地方。哦，今年愈迄真紧批好跳芭蕾舞的感觉，因为上摆愈迄音区嘛，吼练基本动作，啊，今年愈迄规个有编舞，如果感觉讲，这唔係幾簡單的事情，就係每啲動作唔過像有做到，唔過你感覺，先生做如果講，
俺爱做弄俺过冲过厝，韩国我讲过芭蕾舞过难，路系伊随时路去压脚背。俺我讲过讲哦，给我做到其实过难，假使做会动，路会讲过过冲提跳芭蕾舞，不过做唔多嘅时间，路会讲过还离过远啊。不过我讲过这个过冲变啦很修长，他有个做仙女的感觉，第三教一次换一次，第四再教换一次，对，可以吗？好，来，请回来，我们从第一次开始。来的，爬下来，看镜子，看镜子。好看手指很长，看镜子。右边 chasse 圆的手 chasse 蹲起，小风吹往外2次而已，没有那么多次。左边啊，3，等一下，1次2次，第1次来蹲点点2排对好，还没姐姐还没，按蹲，请交换哒哒啦哒哒哒哒哒，手在下面，圆形，还没啊，4，走，1 and 2 and 3 and 4，继续哦，走到这一段完哦，好，停。很棒，来有一个地方，这个 chasse 过去不能一直在那边飞太多次哦。对，滑，我们第一次是要先伸展停住，停好，滑，对，滑的手在这边 ，chasse 蹲，停。噔噔噔噔噔噔，2次而已哦，2次而已。啊，是手风吹对啊，不是，有人手指忍不住了。哒哒哒哒，就直接。今天完全不一样。今天其实一来是有一点担忧，用很短的时间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收获。我想我们大家都想把挑战做得更好。我讲讲这个跳唔好，太敢也跳动好，去开到太一家，吼，这个队伍吼，他无按扯啊，跳起来，就强烈天天。他动的时候你不能动，他回来的时候你才要动。我知道，就这样而已。我知道，可是你那个时候紧张，你就会那个，他动我不动嘛，我动他不动嘛，后来两边动的时候就要一起动嘛。对。所以我在往另外一边，还是要往左。我们的前面的10小拍有问题，那边不标准。对，它有一点尖，跟爱珠是比较尖呐，爱珠是连在一起的。你看，我觉得滑的时候他脚要滑。对啊，跳一步然后就要滑。他跨一步哦，他跨一步。我们滑那个，每个人也许就记得会清楚一点的，我们就听，然后我们再去统合它，再去排练，再排看。其实我也跳不好，但是至少我有做啊。既然挑战了嘛，总是要做嘛。最后面那个手要这样拉出去拉那个的，我就觉得那个动作，我会比较觉得我怕，因为可能你平常在练的时候你会，不过你都睁眼泡的时间，你就会紧张啊，就会唔记得。俺哋一般啊，因为跑过很多西北嘛，一般嗰个这独头挑战伊呢，如果去紧张，不过俺如讲过讲亚基的这，佢从大白每人，如果讲还好啊，平常时嘛，冇嘛嘅啊，唔会紧张啊，你想讲很不刺激嘅感觉呢？如果俺感觉如系伊呢，可能以前如见过台风太浪，可能像伊能讲以前红包场嘅歌场用呢，故说按你嘅表演可能对伊呢，虽然芭蕾舞伊能冇跳过。不过表演也件事情，伊能见过几多诶，可能系伊面安尼。故说我感觉，讲无爱紧张，对伊能可能练如好，心理上也比唔会安太。
带着大包小包，哇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等一下就演出了。对，有没有什么问题在练习的过程中？姐姐们有遇到什么？其实还好，我们这就是音乐嘛，刚好像是会赶拍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等一下可能要给老师验收看看哦，看还有什么，而且还有进场、退场。对不对？还要因为拍一下，场地有点变化了，对，所以我们等一下要再稍微做一点点微调。对，好，姐姐们现在会紧张吗？因为啊，刚刚在那个我们练习的地方，大家都说不会，现在呢？现在会紧张吗？看到这漂亮场地，哦，还是不会，很好，很好，好。有一点好，没关系，我们赶快临时抱佛脚一下，因为这个场地真的就不太一样，需要熟悉，需要再一点点的小调整。我不担心呢，我答应了，我就不担心了，我就一天比一天不担心。可能第一次很担心，第二次就不是那么担心，然后现在我就觉得说，就当做来教啊，人生都按用的，都两张年纪，一天到日日当轻松。上人的好，莫上坏的安样，哦，不过唔怕啦，我知道讲，我就做来表演做一只回忆嘛，各位，用咩当代影像啊，跳舞咩当代影像啊，我知道讲，只要是真的东西都很美，没有刻意。应该是担心鸿运吧，因为鸿运它本身就比较斯文吧。他比较没有那么放得开，可是我觉得这招做得很好，比我想象还要好。我叫做阿姨，我表妹我表露台3秒2了，结2了收我啦讲，哎呦，按路哈这个跳芭蕾，你有神经片哦。这个手都是下的，你没有吗？对，手背，手背。现在再放音乐，然后大家再想一次动作，好不好？好。观众已经进来了，我们小声的。好，开始。这边还没有，这边是我们在幕后那边。大家就想自己的动作，好，第一个出来是谁？各位姐姐们的亲朋好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莅临花样芭蕾舞团，请掌声鼓励，谢谢。
我们其实看不太到自己跳哦，观众觉得如何？跳啊，很有品味。真的，我来问一下好了。啊，真的很棒，很漂亮，真的是意想不到，真的，完全跟平常差很多，完全不一样，出乎意外的有一点惊艳，哦，真的，真的很惊艳。那你觉得嘞？我觉得他比他这个已经60几岁，这样真的是不要强调年纪，让我很傻眼，因为他平常不是这样子，他们可以跳出这种这么美妙的舞姿，真的超棒的。哦，那你呢？你刚刚好像被赞叹，但是他们跳舞很像是天使，天使都在跳舞。哇，太美了哦！对哦，看到好棒，好棒。很好，按好哦，按会跳哦。冇看过安尼吼，对，真少真少。哦，会学有学到吗？冇学到，真欢喜，真欢喜安尼哦。顾梅姐的儿子对不对？对。那刚刚看妈妈这样跳，有没有吓傻？有啊，他在家里都很认真在练习。哦，真的，他有很认真练。认真在。哎呦，他刚刚没有给红包给你。非常棒啊，跳的都努力的付出都很值得。鸿运的表弟表妹对哦，刚刚看表姐这样跳，觉得很棒，就比想象中的好非常多。然后真的想象是原本是多惨，没有很惨。刚刚谁有跳错举手？有紧张吗？有紧张。透过这几天的练习啊，那好像又回到过去的舞台那种感觉。几个好朋友这样完成一个大家想完成的事情，我觉得是享受当下啦。像这一次对我自己就是挑战，因为我以为说我是半个瘸子了，结果还可以跳舞，很高兴。虽然脚很痛，但是从此挑战成功。哇，这么大的阵仗，想逃，后来想说，哎，算了，哦，就是一刹那的念头啦。其实也会作同好的回忆哈。哎呦，做的本这个哈孙内款讲，你看阿婆头摆65岁还跳芭蕾舞，我想说好像可以去学一下。我正经要参加，有参阿伯妹讲，我要报名喎。跟阿伯妹做，佢講好。法庸芭蕾舞，神龍。